切肤之爱，咱来笔连马玉夫妇漫画传记。故事开始啊！1928年，伫彰化新港乡山上厝呢，带着一个囡仔叫做周金耀。伊踏着石头讲：“我要出去咯！”龙雄去互石头关倒。哎呀，害啊啦，害啊啦！嘣嘣嘣嘣！哎哟啊，哎哟啊！我的脚头有够痛的哦，有够痛的哦！佳仔，敢若你有一寡皮，应该是无关系。毋过，周金耀逐日要去学校读册，大概爱行4公里路会远，互即个脚的伤煞愈来愈严重。阿爸，我的脚足痛的呢。讲安心啦，我有几下办法啦。我要用组团的草药啊，甲你治伤。我阁用高级的头毛油，甲你治伤。上届无，嘛会当天灵灵、地灵灵，正神来拜请哦。请咱庄里上有名的师公来甲你治伤哦。哎哟，你的脚哪会愈来愈肿，身仔愈来愈肿，身体也愈来愈发烧咧痛。阿爸，我的脚有够痛的痛啦！伊3礼拜外啥哪拢无效咧。好，明仔就来去彰化找草药仔王等下写。彰化的天有够炎热的，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有心人通救我的囝哦！城隍庙伫倒位？城隍庙伫倒位啊？敢有人知彰化城隍庙伫倒位？你要去拜拜呢？即个你敢知城隍庙伫倒位？你去遐要创啥？我要来找一个姓陈的草药仔仙，伊住伫城内的巷仔内，草药仔真有名呢。我的囝脚着伤，我要找草药仔仙来医好伊的脚伤。先开者，互我甲看，敢有遐尔严重？哦，惊人哦！哪会变甲安尼？呼神阁一直针，遮尔严重哦，哪会安尼哦？你敢有听过彰化人咧讲南门妈祖经，西门南医生？这我看去找草药仔仙是无效啦。伊个脚已经烂甲安尼，爱去找迄个南医生。伊个医术是一流的哦，去找伊毋则对。对啦，阮庄里真侪人嘛是拢去互南医生甲医好的。西门的南医生哦，不过伊是一个阿毒仔哦。对新港来到伫彰化，我一定爱找着南医生医好我囡仔的脚伤。即下敢会当麻烦你带我来去见南医生？哦，安尼哦，你对我来，我带你来找南医生。因就起身到南医生馆的所在，叩叩叩叩叩，请问南医生敢有伫咧？阮到啊咯。南医生伊无伫厝里呢，伊去长山哦。你要找南医生哦？
差不多爱2、3个月后才会当转来到位呢。等到2、3个月，咱医生转来，我诶囡仔就无救啊！我会惊，你哪会安尼？无救安尼，无救安尼。哦，我诶囡仔无救啊，无救啊 ！What's happened？ 发生啥物代志？我诶囝诶骹，先生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啥物？我来看卖下咧。哎哟，骹哪会烂甲安尼？来，缀我入来内面，我甲治疗看卖咧。先甲上喙做消毒。哎哟，有够痛诶啦！哎哟，有够痛诶啦！你叫啥物名？今年有偌济岁？我名叫做周金耀，今年13岁。13岁哦，你受伤1个月啊？拢是我毋对啦，拢是我害。我竟然听信江湖仙仔诶话，用头毛油来甲切伤喙。头毛油？逐日还阁互伊来回行点外钟的路去读册甲转来，结果骹就安尼一直红肿，若像红牛粿共款，拢是我甲害啦。你好，我叫做列里里护士周生，毋好自责啦，先互金耀啊住院观察。等咱医生转来了后，就通甲金耀做治疗，上帝会看顾，互伊勇行起来。就安尼，周金耀伫中华医院住院观察，搁咧听候咱医生转来。伫这段期间，金耀老爸也一直拢咧陪伴伊。医生馆的护士也为着金耀祈祷。经过3个月以后，咱医生行入来到厝呢。哇！咱医生因夫妇转来啊！咱医生转来中华医院咯，真好，真好。咱医生，你转来真好。有一个囡仔已经疼互你3个多月，请你赶紧去甲看一下。好，带我来甲看。哎哟，咱医生，请你甲看一下，伊个伤喙已经烂，即个肉芽组织也已经破坏了，而且伤喙阁炭到伫后面骹只偏后，已经变成做并发性骨髓炎呢。伊个骹已经伤甲遮尔严重。若要甲伊个骹医好，我嘛无啥物把握呢。到时阵伤喙搁较严重，规支骹拢爱锯掉，若无就有性命的危险。列里里护士，请你准备一下，我来甲伊个身躯做一摆的诊疗。金耀，紧起来哦！咱医生要甲你检查身躯。你叫做周金耀是无？互我先来检查你的身躯。所以，咱医生为周金耀小朋友做一个真详细身体的检查。哎呀，真惨！伊的身体玻璃心哪纸咧，遐尔虚弱。病情也比想象的搁较害。咱医生，无论安怎，你爱
救我的囝哦！你放心啦，阮会尽力甲金瑶做治疗。哪会伤甲遮尔严重？遮细汉的年纪，一定有够疼的哦。我叫做连麻玉，别人拢叫我蓝妈。来，我来甲你包药布，你爱忍耐一下，你爱忍耐一下哦，会足疼的。蓝妈，感谢你，我毋惊疼。蓝妈就亲像金瑶的妈妈共款，真细致为着伊的伤喙会做包扎，即份的情感，互金瑶感动伫心里。虽然伤喙非常的疼，真好忍耐，毋过伊嘛喙齿紧夹咧，毋敢哭出声。金瑶已经甲你包好势，你真勇敢哦！蓝妈，感谢你啦，感谢你啦！我想要送你一本书，互你读看卖。这就是这本册来送互你哦。这是圣经故事，是写互囡仔看的读本。感谢你，蓝妈。哇，这是我第一本得到课外书呢，我有够喜意啊！我一定会真认真来看来读。蓝妈，我的脚敢真正爱锯掉哦。若假使伤喙继续恶化，恐惊真正爱锯掉一支脚，才会当甲你的性命保住的。蓝妈，我无害啦，我无爱甲脚锯掉，若无以后我就无法度落田去甲爸爸斗做事趁钱呢。放心啦，蓝医生伊会想办法的。假使我若减一支脚，就无法度出来斗相共做工课，搁阮阿爸、阮阿母还着爱照顾我一世人，我若安尼较早死就好啦，我无爱拖累我厝里的人。你莫黑白讲话啦，减一支脚就袂变做废物啊！当然是真的。世间也有真侪身躯残障的人，因的生活是真快乐的哦。你还阁有真侪代志会当做，人若只要活着，就还阁有希望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咱做伙来唱一首诗歌哦。我专心信靠我主，无论行啥物路，我专心信靠救主，是看路全消除，通过黑暗乌云密布，直到上天堂路。忠诚的朋友，耶稣是我主，常用主恩德军队伊脚步。咱台北医生拄咧帮其他病人看病。台北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周金瑶的脚敢一定着爱锯掉，无锯掉袂使是无？哎呀，若无过动手术，可能连命都会无去。伊歹去的皮肤已经炭到伫骹只偏，搁这骹床头去咯。伊年纪还遐尼细汉，若无脚以后对伊的一生影响实在是伤大啦。因兜阁遐尼瘦，也无可能买轮椅，也是家己斗二腿互伊用。一世人
拢在带涂骹白呢。这也是无办法的代志啊！我大概为着病人做整肌的手术，心内嘛是有百般毋忍不忍心啊。代笔，你敢会当为着周金尧，想看有其他的办法无？这我捌看过一本医学的册，顶面写过有一种换皮手术的方法，内面写着有关皮肤移植的推论想法。大气先甲其他部位的皮肤切一块起来。第二，填大段患者的双喙。第三，就会当互患者的皮肤再生双喙转入。这是真正的哦。那安尼，咱就赶紧来为着伊做换皮肤的手术啊！册写的只是一种研究的报告，迄犹是一个理论啊，理论尔。还无一个医生做过这款的手术，这手术毋是真容易的技术啊！这是一个真大胆的推论啊定。那安尼，咱敢会当耐心来试看觅咧？假使手术无成功，则来甲伊技巧也无伫啊。好啦，咱总是爱互伊有机会试看觅咧。甲这一切交代上帝来带领。这个皮肤的换皮的手术，这种手术爱用伊家己的皮肤，金腰伊散甲皮包骨，也真好搁找到有适当的皮肤，通来甲伊换皮。伊的身躯实在是伤虚弱。除了用家己的皮肤以外，也通考虑用别人的皮肤，但是别人的皮肤因为有白铁的抗体，所以成功率会较低。会当用别人的皮肤哦，特别我出去想看觅咧，用别人的皮肤是无？敢讲无其他的办法啊？上帝啊，求你救金耀这个囡仔！主啊，你为着人类的罪，牺牲你的性命，敢讲我袂当学习你，疼人亲像家己的模样？我想要奉献我身躯的一片皮肤，为着金耀的骹来保住伊的性命。求主，互我有气力，互我坚强的意识，为着金耀乐意奉献，使互我有勇气。祈祷了后，连马玉若像已经决定伊的想法，搁伫心肝底充满平安甲喜乐。南妈伫结论间就甲伊的决定讲互大笔听，佮希望大笔会当支持伊，赶紧救金耀。伊讲，都用我的皮肤啦，这马玉，你要做这个决定袂后悔是无？那呢，明仔就开刀。感谢你，大笔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咕咕咕，咕咕咕，天光啊！南妈，后早，金耀后早，今仔日阮要为你开刀，爱准备一下就要开始咯哦。开刀？什么人的皮肤要互我来补双喙咧？哦，是我的啦。
咱妈你个免惊，一切交代互上帝。咱妈，我真感谢你啊！伫手术室内底，两个人拢麻醉做准备。上帝啊，请你赐互我气力。一个是台北上疼的某，一个是外国的囡仔，千万毋通出差错。手术前做准备，检查周金尧的双喙，麻醉连麻玉女士，这是台湾做皮肤移植手术第一种的医疗动作。第三，甲连麻玉女士的皮肤割开。第四，甲连麻玉女士切落来的皮肤，甲伊做浸伫药仔底。第六，甲皮肤填合伫周金尧的骹，搁做包扎。第五，移植皮肤到伫周金尧的正腿。第六，甲皮肤填合伫周金尧的骹做包扎。第七，移植手术做完成。咱医生结束伫这手术，压力略了减轻，毋过整体的手术看起来是顺利的。手术真正做完成啊！经过几日了后，当咱医生去周金尧的病床看双喙的时，发现咱医生金尧的皮肤遗体排铁，拢变成做是会定定一片一片落落来咯。袂使是即摆的手术无成功，咱就要来搁试一摆手术。为着搁做一摆的手术，咱医生开几啊摆真严谨皮肤移植的手术会议。大先甲周金尧骹受伤的皮肤剪开，搁来对周金尧的倒骹取一片皮肤落来。第三，搁甲即片皮肤甲切落幼幼细细的幼片仔。第四，甲这个细细幼片仔的皮肤压点周金尧双喙的顶面。第五，等皮肤家己生出小肉芽。第六，则搁进行另外一次的换皮手术。第七，周金尧的皮肤果然慢慢生出新的肉芽组织。经过3个月、6个月、12个月了后，周金尧讲：哇，我的骹好咯，我当行路，感谢你，咱医生咱妈，感谢你。金尧就亲像是笼中鸟，倒转到伫下天的所在快乐。迄时人生充满着希望甲期待。感谢上帝，特别有你的支持甲帮赞，互金尧找转来伊的健康甲快乐。感谢你，麻玉也感谢你的信心甲疼心，救即个囡仔。周金尧转去到伫厝呢，阿爸，小等一下哦。经过1年后，
今后伊个骹已经康复，要离开医生馆。兰妈，兰医生，兰妈，感谢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若无你，我早就死去咯。兰妈，虽然你的皮肤无搭伫我的身躯，毋过伊永远搭伫我的心肝头。兰妈，兰医生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想要请恁做我的客爸客母，以后我若大汉，要奉替恁一世人。感谢主，阮兜的大伯甲仁爱要阁加一个哥哥咯。那呢，咱敢毋是阁加一个囝，真好，真赞。感谢主，这真正是一个美好的一天。这本册是切肤之爱基金会出版，是中华医馆的丛书。